净除罪障法，念修上师金刚萨埵之引导本无忏悔之理，四种对之理，真实念修金刚萨埵，念修百字明忏悔之功德啊。这些当中呢，就是我们就先讲第一忏悔之理。在相续中升起圣神道之殊胜正祥的主要障碍是罪障和习气，为使阿赖耶之明镜中显现真悟的因相，禁除罪障至关重要。那我们在平常在修持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办法怎么说呢？升起清净心，跟升起这个功德的心，升起善良的心，这些都是主要的不能够升起的原因，就是那个习气的业障然后这些习气的业障就是相当就是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呢，能够可以在获得这种静观或者是要殊胜的见解，这些相当于也是我们可以对照在一个镜子显现出我们自己的脸或者是任何东西的。首先我们必须得要这个镜子的镜面是干干净净的，对吧？对。如果我们镜面干干净净的情况下，我们怎么照都是看不是很清楚嘛，而且甚至照不出来嘛，对不对？那么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修持的过程当中呢，在能够可以在自己的阿赖耶识当中呢，能够可以自然的升起清净心或者善心，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个我们主要的修持的目的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的障碍是什么呢？是业障、习气。那我们消除业障跟习气的方式，那就是要修持金刚萨埵法。那有佛陀给我们的无量无数的方法许多无量无数的方法。那么这些所有的方法之中呢，那金刚萨埵的修持是最为殊胜的方法那这个方面来说，我们前面也是有讲一点点但是我们要知道，首先要知道修持金刚萨埵法的它的功德的殊胜之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我们要知道，所有的消除业障的功德都是不是没有功德，而且所有的善都是不是没有功德，都有，但是就有大跟小区别很大。我们造业也一样，造业有大的造业，大的业跟小的业都有，所以就是这个一样的，我们就是功德也是有大的小的都有的，所以就是最为殊胜的最圆满的这个修持业障跟修持消除业障跟消除习气的最殊胜的方法就是金刚萨埵就如同要使经中显现影像，它是镜面十分关键一样。因此佛宣说了无数禁除罪障的方便法门，其中最为殊胜的是念修上师金刚萨埵。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前面有简单的解释。那我们要知道，这个以上呢，就是金刚萨埵修持金刚萨埵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这里有是说上师金刚萨埵？那我们前面就是已经解释过。那么在修持金刚萨埵的时候，我们头顶观想的就是金刚萨埵。但是要知道，金刚萨埵这个本性本来就是上师的，上师跟金刚萨埵的本性是一体的但是我们为了怎么说呢，不要出现不净观的想法，所以我们观想出
的就是金刚萨埵。那么上师以金刚萨埵是无二无别的，而且这次我们观想的就是具足一切圆满之金刚萨埵本尊。总的来说，任何罪业如忏悔，则没有不能清净的。古代重大的传说，本来罪业无功的，然忏可尽为己得。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造了业以后必须得要忏悔，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造了业障是能够可以忏悔的。所以这个来说呢，也是过去古代的时候，就是诸多的大的们曾经说过，而且是经常说，也可以这样讲，业障本来就是业障，没有任何功德，它唯一的功德是可以忏悔，所以就是业障也是有一点点功德所以它的功德是什么呢？它可以忏悔忏悔的话，它可以忏悔清净，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有过去造业，后来那个忏悔，然后最后获得罗汉果位，获得菩萨果位的这种案例是特别多嘛。那么接下来这里也是应该会有一些会出现一些这个对峙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对比嘛，是叫对比嘛，对不对？对是。不是那个举例。因此为放了别解脱戒，内菩萨十处以及施回密宗三密也等，无论罪业多么严重，都可通过忏悔而清净。如婆罗民央至于摩罗即持慢往，虽然屠杀了999人，但通过忏悔，罪业清净后，即生获得阿罗汉果位。未生愿王虽然杀害了自己的父亲，但后来通过忏悔而得清净，结果仅仅感受了如出现求处的极贪己之门短暂的地狱之苦，便从中获得解脱等等。佛陀在诸经部中曾宣说了通过忏悔而得清净的许多公案。那这些每一个都是有故事，那么这些很多故事是大家也是听过很多次，那么我们在普贤上师演讲当中也是这些的故事也是有讲过的提过的，所以呢就是也不用特别的一个一个的解释也可以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业障是可以忏悔的，但是我们只知道业障忏悔就可以继续造业嘛，那也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人的造业是造的业障是经常都是在造业，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我们的生活跟业障是息息相关的。人活在这个世上呢，一直不断的在造业，一直不断的在造业。那么业力呢，就是我们在表面上看得到的，就是有行动的方面，就是相当就是身体所去造业的，或者是嘴里讲出的这些那个怎么说呢，不清净的语言而造业的。但是内心里面就是有七心动念不清净的这种生有意三种的造业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些里面呢，就是最严重的就是七心动念上有不清净的这种念头不清净的这种不好的这种想法而造业的这个方面来说呢，就最为重要、最为严重的。所以我们必须得要知道，平常都是怎么业障是可以忏悔，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忏悔的情况下，那就是造业，就是再造再忏悔，再造再忏悔，就这种想法的那是不对的。那这些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后面这次刚好就是有学习这个
怎么说呢？那个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持的念修金刚萨埵的这个课程的过程当中会出来的。会出来的情况下，我希望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这个金刚萨埵的念修这个方面，你们也是可以做一些笔记然后自己也回去好好的想一下，而且也是在过去的这个以后的怎么说呢？未来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生活的过程当中，那有的时候就是拿出来看一下你们自己的笔记。那么就是在看过一本书在一本书里面的有一些的短短的内容做过一个笔记，这两个的力量不一样。就看过一个书，你去图书馆看书也好，自己的家里看书也好，只是看一下，听过了，看过了然后放着那边不做笔记，跟有做过笔记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你做过笔记的，就是会记得更清楚，而且也是有的时候拿出来看一下，也是会提醒你在什么时候讲过什么，做过什么，听过什么。那么就是这些都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怎么说呢？那个课的方面，那有些人就是本来就是所有的课都是会非常的重视页面，非常的认真然后尤其是这一次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当然我们就是修行是为了什么？就是要获得解脱。那么我们不能解脱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业障。那么业障上面有写两种嘛，就是业障跟习气障烦恼障，就是有这种4种业障嘛。反正就是无论是什么样子，所有的业障集中在什么，还是业障2个字。所以我们消除一切业障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这样。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都想我们刚刚前面也讲了，就是一个人根本没有信仰的情况下，也是做点善事，他们都说有功德就是有好处。只会说这样的话，就是用实践的最简单的语言来讲，做点好事，做点善事那么就是有好人有好报那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这样的人，我们就是已经接触佛法，而且是接触了这个密宗的，就是比较高层的修持大圆满法的这样的一个修行者。所以我们就是大圆满法是非常殊胜、快速能够可以获得成就的原因，就是在这普贤向上师演讲当中所讲的这个修持的这些课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前面我们就是要圆满的这个5加行这些。那这个里面呢，就是消除业障的方法，就是金刚萨埵的怎么说呢？那个念修的方面。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学习的时候，就是必须得开始要重视它，而且是要笔记下来。然后我们真正的做这个功课的时候，也是要达到一个完完全全就是质量跟数量2种的圆满数量也要圆满，但是质量也要圆满，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质量是最重要的。质量我们就是说那个他的这个修持修的时候，就是要观修的方面、清净心的方面。然后我们就是重视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修持的方面。然后最主要这一切的基础是菩提心所以我们前面有发心刚学过，然后就是我们知道菩提心是什么样子，至少我们知道所谓的菩提心是什么样的，所谓的慈悲心和菩提心这2个的分别，这2个的区别那么这慈悲心算不算是菩提心？那么菩提心有没有包开慈悲心？这些都已经清楚了，非常清楚了，对吧？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是以这个的基础上，那么就是修金刚萨埵然后他就是要因为金刚萨埵的这个课程当中呢，就是充满解释了一切这个静观的部分跟一切就是菩提心的方面，所以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课程。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这个方面是一定要怎么说呢？要学仔细一点，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课就到这样好了，因为那么我们今天是第一个就是课要恢复的一个开始，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缘起。自本作灵着光着